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们一起拍手来。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用我更新的路的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我。从头来，我今行走用我更新的路，我今行走用我更新的路，我今行走用我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我。我今行走，我今行走用我更新的路，我今行走用我更新的路，我今行走用我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我。主耶稣是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哦。其实希伯来书有很清楚讲到说，当人无路可走，用伸出腰来献祭，要来寻求一条道路但是没有办法。那耶稣成为完美的大祭司他一次献上完全所以经文说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一条路，开一个救恩的门。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开一条新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赞美这位主是什么？是救恩的入门，他并且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他也供应我们有丰富的恩典。这是上帝为我们做的那人怎么样可以得着人怎么样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进入救恩之门的门票？这个就是我们愿意悔改、回转、归回必得连续，必蒙拯救。这是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感谢，我们也要来祈求承认我们软弱。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来赞美这位是生命气息的主耶稣。我们开口同声来赞美、来祷告、来感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你的会中站立，因你的引导使我们走在恩典之路，因你的赐福使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要回转归向主耶稣。我们行走在你恩典的道路，必定我们要回转，我们要认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亏欠。主耶稣，我们好多这些的拦阻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求你施恩赐福，你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用牛膝草洗我们，如雪洁白。谢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这里，当我们互道平安，其实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心里好多这一些的不安。但是主，你应许给我们有永恒的平安，因为在主你的爱里面，我们不惧怕。感谢主，你是救恩之门，你是赐下生命的管道，是源头。你愿意将一切丰富的恩典在你里面，要赏赐给凡敬畏你的人。感谢主，
也让我们用回转、用认罪、用信心来支取你属天永恒的盼望。谢谢主，因为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从不配到我们能够因着你，我们配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蒙恩的子女。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坐。我们也来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哦。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也可以为了我们的亲人，如果知道他有身体的病痛、心灵的问题，你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他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在这几方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环境使我们不安，使我们惧怕；环境使我们担忧未来，所以我们有好多这些灵性上的那心灵上的，还有肉体上的病痛，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医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之后，这位全能的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在婚姻感情产业，我们在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子孙都是从上帝所赐。我们也为着在这疫情面对冲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恳求上帝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帮助我们打开一条丰富的道路。最近毕业，孩子在面临他们前面要开始寻找未来，让他们不论是升学或是就业他们有一条新的路可走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好的相处，有没有彼此的这样的疼爱，这个都是关键所以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如果弟兄姐妹你在这几方面需要我们的牧者为你来祝福、来祷告，让你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要为你来祷告。或者是你坐着，你就手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心里来祈求跟这位上帝连线，我们一起来祈求他。如果你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牧者来为你来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邀请这位主进入到你的灵，成为你灵的主，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是上帝拯救，你是上帝要帮助，是定义要使你所造的儿女能够过丰富的生活。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你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事物造成我们心灵的障碍，肉体的病痛。主，求你为我们开一条路，医治的路，供应的路，保护的路。谢谢主，因为你提供全方位这样的一个护卫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提供的是，凡寻求就必寻见，叩门就必为他们开门。主，这是你的应许。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我们的亲人来到这当中，过去感受到神你的爱，在失去亲人的哀伤的过程当中，求你抚慰、安慰他们那种失落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透过今天的经文，要看见在失落之后，你竟然为我们预备丰富的恩典。谢谢耶稣，让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或者是在此时此刻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子女。你要将一切的医治赏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你所供应的是足够有余，你给我们未来是有盼望。主，我们感谢您，我们将我们的祈求、感谢、祷告摆在神你的面前，愿你来垂听，愿你来供应、赐福、医治跟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最后，我们要为了主日礼拜来守望。不管我们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依然用敬虔的心来敬拜。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一起来读，一起来宣告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为牧者、长子同工昨天也开了小会。我们为了教会所有事工决策，这些的长子付上时间代价，求主来赐福看顾他们的家庭。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守望我们也特别来为了个人跟上帝之间能够连线能够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恳求上帝，因为他来就要赐生命，赐丰盛，所以恳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连线，你就能够天天支取从他来的能力、智慧跟一切你需要的。我们求上帝来帮助，特别今天有2位，一位是年长的，一位是年轻的2位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第2场的礼拜当中。求神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在面对艰难的困境，他们依然能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为我们这一周圣经的共读，过来在夏令营第2位年轻的姐妹，她在大概9岁的时候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夏令营，品格夏令营。她家比较属于有那种比较敏感，接触到这个灵界的容易比较受影响。他一直想受洗，但是家庭的一些的反对。但是因着他的祷告，让这些外在的搅扰离开。他的父亲就说：“那你就去寻找你自己的信仰。”感谢上帝，今天他在第2场，他要用信心来领受，成为上帝的宝贝女儿。我们也为了周6也有7楼的圣礼典我们特别为着第4区来祝福9、12、13组区长苏金长老小组长志鹏、邱元2位小组长。特别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病毒，这是变种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猴痘，我们看到好多这些使我们担忧的我们恳求神来保守看顾也为了主缘透过彼此同心的代祷，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开口来守望，特别为牧师来祝福，让牧师传讲的圣经的话是能够有圣灵的感动扎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如何成为蒙福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复活的大能要充满在我们身上，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领受，因为你的真理要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耶稣，凡来寻求你的，因为在你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今天早晨的敬拜，求你的宝座设立，透过敬拜赞美，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你的圣灵充满运行同在，让我们有知足感恩的心来寻求你。谢谢耶稣，谢谢主耶稣，我们奉你名一同宣告，一同聚集，一同敬拜。当我们敬拜、我们赞美的时候，求你的施恩宝座就设立敞开在这里，让我们瞻望你的荣美，让我们进入到你恩典之门，让我们享受你恩典的同在。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所赐的圣灵要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因你所赐的圣灵要叫我们心灵得着自由，自由的来敬拜你，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拦阻我们成为神你蒙恩的子女。谢谢耶稣，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自己同在，愿你自己将你的爱浇灌充满在你的圣殿，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也要同心用主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赞美神，我们也有机会来到教会当中，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的敬拜与赞美。来长，耶和华是我四围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故事，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故惧，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故惧，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衣袖虽然有故惧，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再宣告衣袖。衣袖虽然有故惧，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来拍掌，将些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何等恩典！是的，我们有何等的恩典！天父这么看顾着我们，还来教会来聚会。也看过线上的弟兄姐妹，一真诚的心向
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已充满赞美，你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个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哈利路亚，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已充满赞美。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坚定信心来歌唱。你挪去我所有，哈利路亚。你挪去我所有。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已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弟兄姐妹，请坐。是的，何等恩典，让我们能够蒙恩，在主的面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禁止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是蒙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免患难。
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展颜。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与我们同行，让我眼光照在你眼前蒙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你将你的救赎，你将你的挽回祭为我们挽回上帝的心意。主耶稣，因着你，我们成为蒙大恩的子女。从前我们不配，因为当我们不荣耀、不感谢、故意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在思想上堕落，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我们就用你所造的这些被造物来造神，来敬拜。我们就在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信上堕落，我们在我们的道德上面败坏。我们从这些圣经的背景，我们就看见，当人离弃你的时候，任意而行，甚至是集体性的堕落，集体性的犯罪。求你赦免我们在你眼前这一些一切的罪过。你来用你的宝血代替了这些我们所祭祀的牲畜，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用这一些牲畜来祭拜是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你愿意成为那牺牲的祭，所以你一次献上，我们不再用这些牲畜来敬拜、来献祭，而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当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你的救恩，我们就成为蒙大恩的子女。主，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因着你的慈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谢谢耶稣，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领受你的恩典，成为蒙恩的子女。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能够不被搅扰，能够安静的来敬拜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请注意你的手机，把它关静音好吗？这样不会要影响到大家对神的敬拜。首先，我们先来介绍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玉琴老师他的大哥
大哥还有这些的兄弟姐妹家人啊，在我们当中啊，请你们站立起来，我们来欢迎哈，来欢迎啊，看到你们很高兴哦啊，这位大哥哦，请坐。特别是在妈妈哈，请坐哈，陈丽颖姐妹啊，在这一个在病榻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家人，特别是大哥哦，他这样的一个陪伴啊、服侍哦，真的是令人感动啊。也在过去啊，因为弟兄姐妹的关心带导他们也感受到上帝的爱啊。今天大哥还有这些家人哦，特别来感谢我们应该要感谢上帝啊，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关怀行动啊。愿上帝来赐福大哥，还有这些的家人们哈。感谢主，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吗？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哦。弟兄姐妹，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疫情慢慢的趋缓，我们教会都有全面的消毒哦。那也欢迎弟兄姐妹回家来做礼拜。那我们其他的聚会小组的聚会都刊登在周报的第4页，请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在第2场的礼拜台语礼拜当中，我们会举行这个圣礼典，等一下我们也会举行守圣餐哈。那今天成人喜有刘富和姐妹还有吴杰轩姐妹我们恭喜他们2位成为教会的一家人。我们在7月17到10月16会有这个领袖列车的第1训练，共有12次真的要鼓励我们长子同工弟兄姐妹你受洗之后，你可以一起来学习装备，让你成为上帝蒙福的管道那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交账呢所以我们请来报名特别是这些长子同工。那我们弟兄姐妹不便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的线上系统来支持教会对我们城市社区所做的一些的圣工，来祝福更多比如说我们过来下个礼拜就是阿嘎贝品格夏令营了你看因着这样的一个服事让年轻人从儿童一直到现在成长，可以成为蒙恩的子女这是多么高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弟兄姐妹的陪伴，所以因着你在时间祷告，然后在金钱上的奉献来祝福教会的圣工。我们也看到最近教会在做收尾的这一些的装潢的工作，我们因为你的奉献参与，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提供更多给社区、给我们弟兄姐妹来敬拜很好的场所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些的线上的奉献来支持也能够让你蒙福的一个管道。好，我们有好多这一些的方式，你可以透过这样的奉献。那我们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儿童阿嘎培还有幼儿因为之前他们没有打疫苗，现在陆续在打疫苗，所以已经恢复了实体的这个聚会那我们的幼儿阿嘎培还有儿童阿嘎培我们在每主日上午的10点15或是10点半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敬拜。我们的林顺正长老的母亲林孙香妹长老娘在6月28蒙主恩召，享年92岁定于7月9号，就是这个礼拜6下午2点，在礁溪基督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让如果你失去母亲这样的一个心情被安慰过，你就明白就知道。那我们在代祷当中来为这一些世上的家庭这些遗族来祷告，让他们心得着安慰也释放。我们的长老娘她卧病然后洗肾多年真的是上帝恩待然后释放她回天家。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纪念。
来7月的有没有7月是受薪的？在场的弟兄姐妹，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们，你们也可以站立起来好吗？好，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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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来祝福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哈。我们为这些受薪来祝福。天父，你是生命的源头，你赐下你的生命，不只是生命，更赐下智慧，让我们寻求永恒。你让我们能够寻找你，让我们能够在寻找的过程当中遇见你，遇见你的恩典，遇见你的同在，也让弟兄姐妹不断的享受在你所赐的恩典福气当中。不只是这样的享受，他们也能够祝福别人，让他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主，我奉你名来祝福，因为他们是蒙大恩的儿女。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请坐。好，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15章13节，再次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奉献，你用你的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则已的刚强，贫穷则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一次来宣告说，来，如今软弱则已的刚强，贫穷则已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遇到的事情是阻碍，但相信这些阻碍将会是你的恩典与祝福。你说我们每个人要照着自己所领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我们要做你更走恩典的好管家。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你所使用，作为圣工所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你是蒙大恩的子女，你是蒙大恩的子女。弟兄姐妹，请坐。你是蒙大恩的子女吗？阿们吗？我们可以成为蒙大恩的子女，但是选择权在于你哦。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语，就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蒙大恩。我们就要读路得记第4章1到17节。预备好，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公众集合的地方，坐在那里。不久，波阿斯所说的那位以利米勒的至亲从那里经过。波阿斯就喊他的名字说：“请过来这里坐。”他就过来坐下。波阿斯又请来城里的10位地方长老，也叫他们在那里坐下。大家都坐定了。他对那个至亲说：“拿俄米从摩押回来了。他要卖我们亲族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如果你要买回，当着在座的众人和长老们面前买；如果不要，请说清楚，因为你有优先权，然后才轮到我。”那个人说：“我要买回。”波阿斯说：“好吧。如果你向拿俄米买那块地，你也应该娶那位摩押的寡妇路得，这样那块地才会保留在已故的人名下。”那个人回答：“这样的话，我放弃买回这块地的权利，就是我买了，我自己的孩子也不能继承。你买吧，我不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买卖财产有一种惯例，就是卖方要脱下鞋子给买方，他们用这种方法表示买卖已经成交。所以当那至亲对波阿斯说：“你买吧”，他就脱下自己的鞋子给波阿斯。波阿斯对那些长老和所有在场的人说：“今天你们都是证人，我已经向拿俄米买了以利米勒和他儿子基连、马伦所有的家产。除此以外，马伦的遗孀摩押人路得也成为我的妻子。这样，所有的产业就可以保留在已故的人名下，并且他家族的名也将继续存留在本乡和本族中。今天你们都是这事的证人。”长老们和其他的人都说：“是的，我们是证人。愿上主使你的妻子生养众多，像埃结和利亚给雅各建立家族一样。愿你在以法他族中兴旺，在伯利恒留名。愿上主借这年轻的女子给你后代，使你的家像犹大跟他玛生的儿子法勒斯的家一样昌盛。”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与他同房。上主赐福给他，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城里的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赞美上主，他今天给了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有声望。
你的媳妇爱你，她为你所做的比7个儿子所做的还多。现在她给你生了一个孙子，这孙子将带给你新的活力，使你安享晚年。拿俄米接过这孩子，紧抱着他，抚养他。邻居的妇女给这孩子取名俄贝德。他们争相告诉每一个人说，拿俄米得了一个儿子了。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感谢主，今天我们路得记完结篇。弟兄姐妹在问牧师要录到哪里？要录到对，我录到这个礼拜。但是我们平常的迦南之声还继续，让我们重新再回到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你有所失去吗？在失落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面对？在爱里面可以找到出路吗？是人的爱，还是这位神的爱？有没有路可以走？这个路怎么样去走？又到了毕业的时节，就是所谓的凤凰花开，大概在6月、7月这样的一个毕业的季节，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学子，他们很高兴的参加这毕业典礼，但是有人其实心里面非常的恐惧，因为所谓的毕业就是怎样？失业，这是你们讲的了那确实是真的。或者他们在参加这样的一个热力四射的毕业晚会，跳舞热舞之后，他们要面对的就是他们未来的出路。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环境，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其实不少的公司本来要增才，但是因为这样的疫情来停止他们征求这些的人才，冻结了他们内部的人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产业非常的惨。过去我们每一年，大概我也每一年都想出国玩，但是现在呢，可不可以出去？除非你是商务了，对，好，那我们现在都是闷得发慌不然就国内随便走一走。所以航空业、旅游业会不会受到影响？你去看机场就知道冷冷清清，因为受到这样疫情的影响，制造业也更是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对今年的毕业生来讲，他们的出路是更加的困难，不是吗？所以他们有的就是我干脆不要毕业，我就延毕，或者是呢，我就继续来读书。所以有很多人就是选择这一条路。但是你选择升学之后，然后呢，毕业完呢，还是要面对工作吧，对不对？面对他前面的道路。其实我们人生的道路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家庭，以利米勒的家庭，当他们离开伯利恒，是面对饥荒，他们面对这些的大环境的影响，他们自己找出路啊，所以他们有能力就移民到摩押，但是没想到在移民的过程当中，他在摩押失去了他的拿俄米失去了她的丈夫。在经过10年，在经过几年当中他的2个儿子他失去了。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他生活的支持体系所谓的养儿怎样？现在呢，自己顾好对，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自己顾好也不要想太多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失去了旁边的支持体系。他本来要靠儿子，古代就是这样，妇女没有那个专业，没有那个才能，
所以她必须要靠丈夫、靠儿子。那这样的话，儿子没有了，她失去了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扶持。她也开始想，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所以那个价值就开始去想，我活着还有价值吗？因为我所倚靠都离我而去，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想，那我有活下去的必要吗？哎呀，对呀，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多失落人，他一蹶不振，他不知道面对他前面的道路，然后呢，他失去了认同，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人家都面对困难都留下来，只有我们。那现在要认同，要被认同，那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后来也失去了他的媳妇，他另外一个媳妇离开了，然后呢，失去了自我，回到家乡。这些妇女们说：“哎呀，哇，你那不是拿俄美吗？”他说什么？一共下，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美。拿俄美是甜的意思啦。他过去看到这一个家庭，看到拿俄美打扮的光鲜亮丽哦，才这些能力移民嘛，对不对？但现在呢，路尽风霜，他们从摩押，上次我们也在讲，他们要下山，然后要上山，然后经过那个约旦河或是死海的沿岸呢。2个女人互相扶持，又怕遇到危险，所以我们看到她失去了自我。不要叫我拿俄美，叫我马拉，苦啊，哭不了啊。最后呢，未来的盼望在哪里？在哪？这好像在提醒我们如果置身在其中。不是丈夫、儿子，可能是失去其他的亲人。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失去了这一些的支持体系，或者失去了爱他的母亲、父亲。上个礼拜才去口湖参加一个姐妹的爸爸，突然他出去工作，90几岁了，出去热死了，中暑，没有人知道，后来才发现啊。那种突然的失去，你知道那种哀伤哦，弟兄姐妹，这有时候你没有失去，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体会。所以我常在安慰别人说，因为我失去了父亲母亲，说我了解他们的明白。然后在这失去的当中，我们看到失去另外一种就是青春了，有没有？年轻出去，回来。历尽沧桑，他失去了一些的机会啊！回来要做什么？没有依靠了，我哪有机会？失去了金钱，对不对？花光了，赚钱的依靠已经不在了。失去了亲友，多久没有联络？不知道这样的关系还在不在？回来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我们？失去了热情。本来是很阳光，回来之后怎么？我苦啊！失去了健康、年龄、年迈，所以这些也都是在反映在你的身上，不是吗？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加生也疼，对不对？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哦，我们不是只有看圣经的，我们来想看看你失去了什么。透过这一些的失去，还有机会再回来吗？还有路可走吗？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是在一个温馨的结局，隐藏了一个延续的救恩。你看到俄贝德，其实如果牧师没有解释，可能你没有想到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如果牧师没有透过迦南之声分享，你就可能不知道我们怎么连接到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1章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大卫到耶稣基督，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曲折？喇合听过了哈。我们看到路德，这2个都是外邦女子，在那种卑微、那种不配的当中。上帝自然
竟然使用他们。所以你不要看轻你自己，可能你觉得自己卑微，神也要使用你成就大事吗？阿们吗？不要看轻你自己，我不是自我怎样。可是因为你一个母亲的角色，你抚育了一个成就很棒的儿子。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牧师要读到什么时候？我说读到今天的美好结局。这个结局不是只有看到今天，而是看到未来，看到你我现在，看到未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上帝给我们眼光，看见未来的这样的盼望。所以在这样的波阿斯在众人的面前宣告，你知道吗？等一下你就知道说那个过程是多么的波折。至亲哇，好高兴，但是还有一个要不要赎回？然后可能如果他买地，他娶了路德回去，不知道幸不幸福，因为他已经有儿子了，不是吗？那个最近的排名第一的至亲有没有？后来他决定不买，因为他买了那块地没有用，因为他买了那块地，他的儿子能不能继承？去了路德去了大某嘞，会不会造成家庭的纠纷？这个都是未来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借着波阿斯这个角色来彰显上帝的爱，在那种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因为这样的爱，然后为他们铺了一条出路。在没得吃，你尽管捡。在未来，他的儿子他们的名字呢，怎么样延续？谁愿意付上代价？傻子买了土地，然后登记别人的名字，然后存留别人的名下。谁愿意？我们看到透过这位波阿斯的角色，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其实神也透过你，可能成为你家族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让你因为你的愿意给分享，施比受更为有福，来祝福你的家族的人。所以这样的结局，我们看到不只是停留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们从此过了快乐的生活。经文后面的家谱就隐藏了连结到马太福音第1章里面的耶稣基督的家谱。这种结局恐怕是当事人他们想不到的。一位婴孩的出生，竟然带给人有未来的盼望。一位婴孩的出生，叫你我的命运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就看到，这位婴孩以马内利，这位婴孩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的那一位。今天才有胜利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透过这一段的短短的4章，我们跳过了第3章，那等一下我会大概描述一下。我们来认识一下山穷水尽。怎样？夷吾路，柳暗花明。我看到这个宋朝的陆游他的诗里面提到这一句话，我才能够明白，在你无路可走的时候，神为什么可以让就是天无绝人之路。所以他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上帝预备好了，你找得到吗？你领受得到吗？你走得上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他们面对困境，竟然有恰巧让你多喝，真的吗？还是配合上帝美好的安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困境当中，可能我们没有耐性，等不及。所以你看，为了达到目的，赶快，哇！你去波阿斯的田里。嘟啊后恰好，对不对？好，婆婆就献祭，你知道吗？婆婆就献一个，好像我们今天如果用今天的方法来讲，叫做仙人跳，同意吗？你就趁他喝醉的时候，你就躲进他的那个遮盖里面。我在看这一段，人为了要达到他未来可以有依靠。多好意啊，对不对？
所以婆婆用这个，你知道这个方法是挑战当时候，或是挑战我们的道德极限，不是吗？你拿一个女人的贞洁开玩笑，但是我们又看到路德他的顺服，为了未来，他愿意牺牲。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希望透过这里的方法来达成赎回产业，然后让他的儿子名字，让他们的家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想法、方法、功德、好事，然后我们来赚取，希望能够达到未来这样的一个出路。所以我们看到他趁着波阿斯吃完，心里舒畅，然后呢睡在那边睡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了很多的剧情出来，你看啊，一起来女子就没有穿，然后这人都是泥。但是我们看到他也要面对被拒绝的风险，你知道吗？我们看到波阿斯是正人君子嘛，我们看到透过他。虽然路德听了婆婆的话，在半夜波阿斯醒来，然后呢，不要怎么有一个女子在他的脚下？其实这个他是比较没有那么这样激情的描述啊。那其实他这些字的含义里面都是有代表彼此建立那性关系哦。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哦，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表示那是一个真的是我豁出去了啦，我为了未来我牺牲了啦，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把持，他没有照人的方法，因为后面有律法的问题。他需要让这个未来，如果这个婚姻能够透过律法，让大家祝福他们。衣襟遮盖，就是说你要娶我啦，然后娶我的后面就是要付上代价，要赎回地啦，要让他们死去的丈夫或者是这亲人，他们的名字可以延续，赎地。然后小叔婚姻制度，上次我们已经提到，对不对？哥哥死了，弟弟就承接来娶嫂嫂，这样的一个背景婚姻制度，大概我们了解。好，所以你看，他要冒着这样风险，贞洁的问题、道德问题，还有呢，被拒绝。本来对他印象很好，你怎么今天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看到波阿斯包容他呢。他没有骂他，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严厉的指责他。其实他知道他的用心呢，他知道他的苦情呢。但是他们要面对这样困境当中，还要解决，就是我是排行第2嘞。另外还有比我一个更亲的，他如果他有优先权，他如果不要我才可以。所以他们要解决这个事，对不对？刚才我们看第4章已经呈现了，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结局里面，他要解决了这一个可以赎回、可以帮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至亲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第1顺位的要买，但是后面我们看到波阿斯有智慧，然后要买要娶买娶然后名字不是登记在你儿子的名下要不要？不要。人想到自己的利益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怎么行？对不对？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赎业啦，就赎他们的地业这样的一个至亲的问题，我们看到当路德回去告诉他的婆婆的时候，然后婆婆说什么？我看这个波阿斯今天如果没有把这件事解决他不罢休的。所以我看到波阿斯的决心他愿意牺牲付上代价，这个角色就好像在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一样。所以未来的归宿其实都还无法掌握，对不对？可不可以让波阿斯能够娶她，能够赎地，能够牺牲？第1顺位是关键。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
他有应许，但是还有问题要解决。我们一起来念来。今晚你就留在这里，明早我们看他愿不愿意对你尽至亲的义务。所以这个就是他要面对他未来出路的一个阻碍，需要解决的困境。所以面对这些，我们怎么样去想哦？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爱中找到这样的出路？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优先权一定要先解决，因为波阿斯他爱路得，他爱这个家庭，所以他愿意付上代价。所以在爱里面，我们看到有路可走。波阿斯他去奔走，所以他透过律法，透过他们的婚姻制度，透过他们的习俗，他们能够去面对他们的问题，不是这样就算了。在这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归宿无法掌握，但是人尽力去努力。路得也是用信心来等待。波阿斯说：“你在这边看我，等我为你来成就。你今晚就留在这里，然后我去努力。”就好像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一样。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路得他在那边要等待这样的应许能够成就，是要有时间性的，是要有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就看到波阿斯在城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见证，长老在那边来做什么样？做一个审判也好，或者是做一个调停。好像一个调解委员会在那边，然后怎么样去调解？所以我们看到路得此时的心情是要怎么用信心来等待，才能够看到未来丰富的恩典。第二个，我们看到他顺服，才能够走进丰富的恩典里面。你在这边等，你不要急。他不再用自己的方法，不再用自己的想法。他顺服，所以路得的婆婆告诉他，路得回答：“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顺服就带来的蒙福。他去了禾场，但是碰到了这位正人君子波阿斯，他也用爱来预备，为他铺路，为他来着想。这里我们看到，除了他之外，没有这样的拯救。在预表至近的亲属，一个不愿意付上代价，只有他愿意牺牲付上代价。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常人那处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我们看到耶稣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就像波阿斯，他愿意奔走，然后为这个家庭来付出代价，牺牲自己得不到什么，他要付上这些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路得也听了波阿斯的话，然后照着他的话，不用自己的方法，耐心等候这个波阿斯到城里，到城门口，然后后面拿着那个鞋子成了。在顺服的之后，等待，终于我们看见了这个成果。在爱中的连结当中，透过波阿斯的奔走，除了他之外，没有这样的一个救赎赎回。这也是预表我在面谈的时候告诉这位姐妹说：你不要脚踏两条船，你要很清楚，唯有耶稣基督有复活，才能够带给你未来。对波阿斯来讲，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娶妻赎地，这样的一个尽义务，而不是想权利。你要吗？你愿意付上代价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愿意为你付上代价，那你愿意为你的亲人他们得救付上代价吗？这一些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他的身体就好像一条出路，
所以除了他之外没有拯救。他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归宿，永恒的享福。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与他同房，然后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似平凡，但是这个却带来整个家族的希望。我们读者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孩子延续到今天，你我可以领受这样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从这大卫的子孙下来，然后成就了先知所说的预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这些的家谱，好像简单的名字，无聊的。但是当我们解释完之后，你有没有想到，我是蒙大恩的子女呢？因着耶稣他的圣名，所以今天两位姐妹，她愿意受洗归入她的名下，是因为有这个过程啊。如果这个过程断掉，怎样再曲折，我们都不晓得。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位婴孩的降生，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未来是有盼望的。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是有出路可走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它是那一条路哦。我们最后来看最下面的这一段的经文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你有未来的，你有出路，你有盼望。所以我们信主人不用为着100年之后我何去何从，往哪里生。礼拜我在面谈这位姐妹的时候，我问她，她也很在意这个事情。我说对啊，往哪里生呢？哪一道生？不知道。对，他也看到他的先生的过程，然后道士这样呱呱呱，然后跋不杯。是啊。那我告诉他，你是有永生，不是往哪里生，不知道哪一道。耶稣这一道，说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我是那生命，我是真理，所以感谢上帝，透过他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是有蒙赎回的恩典。原来我们是可以因着这样进入到耶稣所说的“我是门，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跟你旁边说，你可以得着丰盛的恩典，你可以得着丰盛。我们一起站立哦，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哦。弟兄姐妹，你是蒙大恩的子女，知道吗？你是蒙大恩的子女，不是因为你做多少好事，相信，当你用信心来领受。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凡接待他、信他的名，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上帝的儿女哦，这是蒙大恩的子女哦。因为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蒙大恩的子女哦。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一起来。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产业。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
温柔，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产业。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弟兄姐妹一起来宣告说：你的丰盛慈爱，你像盾牌一样来环绕我们，你必怜悯我们。当你在唱的时候，你是在宣告说：主啊，我是蒙大恩的子民。再来宣告，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是绵温柔，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与我们同行，怜光照在你眼前蒙恩。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都在神的眼前蒙恩，是因着耶稣好像波阿斯的角色，愿意付上代价，他愿意为你啊，感谢主啊，他愿意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陈琳姐妹，她回天家。我们看到她临终的时候那种安详，我们看到属神的百姓蒙恩、感恩、满足的回天家。你知道吗？你也可以成为蒙恩的子女。我们的主正在等待你，就好像在那等待的过程，他尽力在为你在十字架上做了成了。我替你完成了，接下来是你，你愿意用你的信心来接受吗？你还在等待吗？愿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在他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求神来施恩赐福。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餐，请两位长老来掀这个桌巾。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暂时先不要领取，因为吃喝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你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蒙大恩的子女，他为你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为你舍了身体，是对付这些罪的权势，使我们能够自由来到他面前，在他身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他就大大充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教会按着规矩来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受洗的慕道友你就暂时不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听主耶稣向凡归向他的人所说的恩典的话。
主耶稣说：“来，劳苦担重的人，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他永生的盼望与你们同在，在爱里面为你们找一条出路，他就是那条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当他祝福饼之后，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用葡萄汁来代表耶稣所流的宝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与我们同在。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有拿起饼来祷告祝谢，我们一起来感谢，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为我们舍身，破碎了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成了。你是神的羔羊，为了除去世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不再用牲畜来祭拜。你更新了我们的心灵，说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谢谢主，愿你分别这饼跟杯为圣，激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摆上，我们也愿意分享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因为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如果你是受洗的，在你的面前有那个2合1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先改。你可以拨开第一层，然后再拨开第2层。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新约，是为你们所流的。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主所为你预备的永生，使他在他的爱里面为你寻求、预备一条出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能够成为蒙恩的子女。我们再一次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回应。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禁止与我们一
神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谢谢主耶稣，你愿意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是你愿意，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当我们无路可走，你不绝我们的路，因为你就是为我们开的那一条路，通往永恒、通往天家的道路。在我们不配，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你在等待我们回转，等待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谢谢耶稣，你要透过我们，你透过波阿斯，透过路德，透过俄贝德，成为施恩的管道。今天你要透过我们，成为这世代，成为我们家族的施恩管道，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主，我们恳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读者知道路德记的结局，但是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感谢你预备圣灵引导我们，才能让我们看见永恒的路，永恒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你打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赏赐给凡信靠你的人。愿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恩待的慈爱手，来护卫着我们，脱离一切的拦阻。主圣灵，愿你来感动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明白我们是蒙恩的子女，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哦。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帮，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帮，我的帮助。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救我们的主。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愿主的平安赐福与我们同在。好，大家平安，请我们将我们所喝的那个垃圾拿到外面有袋子可以丢在那边。